讲到咧2023年，台南和台北拢发生中照悲剧，这两个案件在今仔日拢宣判。台南这案呢是后生照顾中风的妈妈，讲是伊是情绪失控才会抬老母，最后国民法官甲伊判刑20年。那讲到台北这个案件呢，是妈妈胎死照顾50年，倒伫病床顶头后生。这法官也考虑讲，这个妈妈有真多厝内面的人要该原谅，落尾甲伊判刑2年6个月。新卡马真济上怀老太太被赶去救护车。2023年12月发生在台南长照悲剧，50多岁小可10人照顾中风的妈妈年外，讲是一时情绪失控害死妈妈，互检方求初步起徒刑，而且一审宣判有期徒刑20年。本案造成家人心理重大创伤，被告法律意识薄弱，素行不良，再犯的可能性高。而本件从轻量刑的因素为，被告坦诚犯行，为被害人主要的照顾者，关系良好。虽然小可10人承认犯刑，不过国民法官考虑被告有反社会人格，而且手段上暂定状况，认定保护刑法第59条犯罪症状很可民诉进行免减刑。犯罪在有特殊的原因、环境或情况底下，在客观上足以让一般人认为说，如果判法定刑的最低刑度还是太重，这个时候法官可以依照刑法59条予以酌减其刑。同款在2023年发生在台北，这年岁真大细老的妇人，烦恼50多岁重度身心障碍后生，伫家己过身了后，无人照顾，将伊杀害。法官考虑伊真做，而且亲人原谅，真正符合自首，甲刑法正刊联名顶减刑条件，判2年6个月。没有办法用一定的标准去衡量他减刑的这样一个程度，犯罪的历程啊、动机、这个犯罪的手法、家属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，有没有达到可以原谅的程度？学者表示，同款长照悲剧伫法庭审理的时阵，无法度一定的标准。国民法官加入了后，审理会会加入社会期待。若个案因人怜悯的程度较悬，都可能会有无同款程度的减刑等考虑甲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